市的山区这个雨势落甲真惊人，而且是小连续落几啊点钟拢无停过，山区都要严防着土石流甲崩山。请记者预科来报道。 好，观众，华视新闻采访团队持续在台东来为您守候台风山陀儿的最新动态。那么现在台东当地呢，这个雨势已经从原本一阵一阵的转变为都是这样子持续性的猛暴性的降雨。您看到另外一边就是这个鹿野溪，它现在这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往下流冲刷过去，而且整个溪水都已经是变成泥黄色的状态哦，因为里面是夹杂着非常大量的泥沙土石。据说台东 当地的风势，海边感受上会比较强烈，大约会有5级以上的阵风。那么在其他地区，像是山区的来说，相对会比较趋缓，反而是以雨势为主。那么这当然就要比较提防是 坍方落石土石流的状况出现。不过呢，好消息是这个山陀儿台风它的规模开始慢慢在缩减，目前它的瞬间最大阵风也从17级降低为14到15级中间，而这个7级风暴风半径缩小到大约是200公里左右，10级暴风半径更是缩减到只剩下50公里，代表说它整个威力规模都有很明显的在降低缩小的。但是问题说就是它的这个 降雨的持续时间还是非常的长，因为它速度非常的缓慢，所以说整体上就需要来去预防一些比较淹水、低洼淹水，还有土石流灾情。有以上最新消息，主播。 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